大家好，我係伊倫。大家好，我係 Louis。大家好，I am Bruce。大家好，我係汪先生。好多的动物哦，憨豆头发。哎，Bruce，你这只是什么动物？老虎。老虎。老虎。哎，今天呢，我们到这么那么多动物的动物园里面呢，哎呀，我们来演故事。我们变成动物。好。布鲁斯，你今天不是路易斯，你今天不是布鲁斯，我们也不是伊伦，我们现在变成可爱的森林动物。我要当这一只。好，来哦。又因为有一天，狮儿台风狮子大王哦，對，要去散步，我係獅啊，又因為憨，可是呢，他雖然是大王，不過啊，他非常的膽小。膽小的時候呢，我們就變得很小了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都跟我一样好胆小哦。哪有啊？可是呢，他有一天憨走，跑去散步了，遇到这只白色的老虎。发生什么事？他吓到跑走了。他怎么了？他走了。答对了，被吓到跑走了。这里跑！救命啊！他跑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是他又变小了。救命啊！变小了。1、2、3，你的没让爱恐龙啊！你们也跟我一样那么害怕。有一天，他遇到这一只老鼠。他遇到一只小老鼠哦，老鼠啊，这个狮看到老鼠，狮子看到老鼠，老鼠看到狮子，遇到了一只海老虎，遇到了大老虎，他听到老虎怎么叫？老虎来，我变成老虎，有老虎呀！老鼠，小老鼠就说啊，不是这样，不用怕，我保护你。老鼠走了，结果呢，他说赶快把留下这一只眼睛掉了。看到那个老虎，刚好咬着谁呢？咬着他的好朋友老鼠。快老虎，走，变得很凶了，快老虎，也係我嘅好朋友。结果呢？发生了一件事情，狮子变大了，越大。海老虎不够大，再一次，海老虎，你走。对，哎，他身上的这个，他救了谁？老鼠。马莎，老鼠给救着呢，一只眼睛掉了。这是个哇，你看他救了。老鼠，请问你叫啊？不是谁呢？他说你好勇敢哦，你很勇敢吗？狮子后来有没有变得很勇敢？有，更勇敢哦。来，坐等。有哈。好，那我们要给他加油，给他打气，下次才可以救更多的人。1、2、3，进来，进来。